美國海軍船艦過往主要就係以石油產品做燃料嘅。軍方最近落實綠色艦隊嘅概念，即係使用混合替代燃料去到驅動軍艦，帶嚟戰略優勢。不過由於價格高昂，生物燃料佔比降至1成，較原本計劃嘅5成少。學者就認為象徵意義較大。呢一艘神盾導彈驅逐艦正係加緊燃料。特別嘅係燃料混合生物燃料同埋柴油，連同另外2艘驅逐艦、1艘巡洋艦、1艘快速補給艦同埋核動力航空母艦斯坦尼斯號，組成美國第一支綠色艦隊，即係由石化產品以外嘅替代能源驅動，實現海軍7年前嘅綠色艦隊夢。It gives us a strategic advantage. It expands our options to fuel the fleet.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gives us a force protection advantage. 早喺7年前，馬布斯接任美國海軍部長冇幾耐，已經定下能源改革目標，當中包括綠色艦隊。2012年，美國海軍喺夏威夷演練嘅船艦、潛艇同埋飛機，首度試用混合燃料，一半係石油產品，另一半就係由海藻油同埋使用過嘅石油提煉嘅生物燃料。不過，生物燃料價格高昂，每加侖嘅價錢係傳統燃料嘅4倍，惹嚟共和黨議員批評昂貴又冇必要。佔比後來下調去到1成，價格由每加侖大約15美元降低至到大約2美元，同柴油、汽油等等相若。而家海軍使用嘅生物燃料提煉自美國中西部牧場嘅牛隻油脂，有助推動農業經濟之外，船隻亦都唔需要改裝就能夠使用。海軍投放2億美元資助3間企業興建提煉生物燃料嘅廠房，預料出年全力投產。另外，亦都會向意大利同埋智利購買。但係有紐約嘅環保專家話，生物燃料雖然係再生燃料，但係生產過程需要更多土地、肥料同埋殺蟲劑等等，並唔環保。